父，我们重大的神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亲近你，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重担交在你面前。我们更高兴这个时间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谢谢你带领我们平安，谢谢你赏赐的恩典，叫我们一生受用不尽。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献上自己做活祭，为你所用。谢谢你，我们更愿意一生跟随你脚步来行，改变我们的心智，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更像你，让我们有耶稣的香气，为你做见证，叫人得益处。听我们祷告的神，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交托摆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每天的祷告，也希望这首歌成为你每天的祷告。
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真的求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像你，有耶稣的香气，见证荣耀你。谢谢你今天用你的爱心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洁居所，让我们今天也完全献上做你活祭，献上一生跟随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祷告里面都可以如此的向你说：主啊，求你帮我改变我，让我越来越像你，有耶稣的香气在我们的身上，见证荣耀的你的名。我们是被你所拣选，为要见证荣耀你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有更多的力气，有更多的勇气来承担这样的责任，来承担这样的使命。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要用信仰告白，我们用信仰告白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门。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才华和心意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
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有声音吗？这样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也欢迎每一个在观看直播现场的弟兄姐妹。愿主赐福大家。那在这边，牧师要来报告，来分享我们大桥教会的教会内的一些消息，来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关心以及代祷。那我们在今天的华语礼拜后，小组聚会照常进行。那也请各位弟兄姐妹大家留意。那不好意思，我换个。我们在下礼拜礼拜六我们教会有参与这个第3小区的这个联合运动会。那牧师在这边也邀请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青少年的，那这次我们教会有13个人来参加。那其实也包含我们家，然后全家都出动假如说我们下礼拜六，我们可以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要比赛，牧师都欢迎各位。我们下礼拜在早上7点20分。会从教会集合出发，前往这个口碑实验小学。那我们在9月28号有一个新楼医院的社区卫教课，有关防癌饮食。那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邀请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在9月28号是会后11点到12点那也欢迎各位能够一起来参加。10月5号我们有这个马光中医。在下午1点到下午4点，会在我们教会1楼的副堂做这个中医的义诊。那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能够邀请我们的朋友。那这次是真的是义诊你可以来看病，然后看中医师来帮我们这个应该是把脉啦中医是不是都有把脉好，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当中也会提供一些养生的饮品也欢迎能够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跟社区的朋友一起来参加。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圣经节一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概念。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主题好不好？额上的记号是上帝认得属他的人。好，那在看我们今天的圣经节以前，牧师想要邀请大家，我们再一次一起同心安静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我们聚集在你的圣殿中，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这世代充满许多使人会感到混乱、压力甚至挑战的事情，有些时候使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走前面的道路。但是主啊，当我们知道你还在看顾着我们，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也明白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当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受到主你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恳求主再一次赏赐你的怜悯，因为你认得属于你的人。愿我们在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真理，能够听见你的声音，知道我们应当走你所交托我们生命当行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得到盼望以及力量。主啊，帮助我们不只听见认识主的声音、你的心意，也能够更加需要去愿意的心去遵行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很重要生命的道路，就是传扬主你的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教导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
愿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要问各位哈，假如我们有机会去到美国，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大草原上面有一群牛啊，那这一群牛要如何分辨到底他们是属于谁家的牛，哪一个农场的牛？从耳朵会有什么？有标记，那个记号就去代表到底它是属于哪一家的，到底它是属于谁的。好，如果你有参加过第一场，好，不用，重点是你可以先休息，没关系。对，好，因为我觉得亲近神，只要你有听过，我觉得适当休息是需要的。好，因为待会他还会来参加我们小组。好呀，OK。所以我们知道牛如果它有这个标记，代表的是那是代表它的所有权，因为代表它是属于谁的。所以呢，这个记号呢，这个所有权代表什么意思？它无论走到哪里，这个记号都是证明他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有那个记号，我们走到哪里，上帝会认得我们，而且这个属灵的恶势力啊，他也知道你是谁的，你是属神的。好，所以这是所有权的记号。第二个，这个记号它有保护的记号，也就是说，如果这群牛仔啊，这群管理养的这些牛仔，他们尽力会怎么样？会不会去保护属于他记号的人？会不会？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记号在我们身上是这么的明显，我们其实是上帝会认得，他会保护你的。另外一个，这个记号代表是什么？是分别的。如果这一群牛里面一定会有不一样农家的牛，他们就是物以类聚嘛。牛都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会突然间，那到底我的牛怎么跑去哪里？一定要有所记号来做分别。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跟这个牛群当中的记号，其实也有点类似，不是类似，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被分别出来，那么我们就跟别家的人都是在一起。我们最常跟别人在一起的是什么？跟属世界上的人。属世界上的人没有不好，而是属世界上的人有许多他们一些不好的行为，甚至不好的观念在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简单的烙印的记号，就决定了一头牛的归属、安全感，还有最终的命运。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被分别，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长存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要了解生命归属的记号以前，我们需要先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经文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的概念。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以西结书啦，第9章第4节。但今天牧师要带大家先一起来了解以西结书的背景。我们可以看 PPT 投影片。以西结的年代是发生在主前597年前。当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主前这个几年前，597年跟主前600年前，请问哪一个比较久？对，比较以前是600。好，所以主前，你不要想说听到好像600，它就是比较之后，比较离我们比较近，不是。主前的597年的时候，当时候的犹大国，它已经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所压力当中，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几次的战争，经过3次的战争。第一次的战争是主前605年前，巴比伦他打败了埃及，犹大国他就成为了附庸国。我们知道附庸国就是说一个国家它的政治、经济很多的产业的体制都必须归随着这个他所依附的国家来受影响。所以呢，当时候的南犹大国，他们实际上他们是附庸国，也就是说，他成为巴比伦国的附庸国。第2次的战争是在主前597年，而当时候巴比伦他再次去围困耶路撒冷城，而掳走了当时候的王室成员还有贵族。
以西结就是当时候这第一批被掳的当中的成员。可是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城没有完全灭亡哦，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城还有一些苟延残喘的这一些犹大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还留在耶路撒冷城。那么当时候留在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包含西底家王，还有一些百姓，他们错误认为我们还在圣殿里面，上帝必不会把我们从这个城里面毁灭掉。他们觉得被抓走的这些巴比伦人才是被上帝所弃绝的人，而他们误以为自己就是成为真正蒙福而留在圣殿的人。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讲到这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想法：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会看到有些人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就好像他被掳走一样，他不再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以为我们残留下来的人，我们是被蒙福的？各位弟兄姐妹，在当时候这个错误的宗教自信，使这些留在耶路撒冷城的人，他们更加的放纵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被毁灭，所以他们继续在自己的耶路撒冷城里面，他们犯罪。所以当时候以西结先知他在异象里面，他看见圣殿不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反而成为偶像俱乐部的地方。所以当时候的长老，还有当时候在祭司，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他们还会拜其他的神哦。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换句话说，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以为只要在圣殿里面，上帝一定会保护他们；只要在圣殿里面，上帝的眼中，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上帝，属于上帝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殿还在，可是实际上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这个背景里面，上帝他要做一个奇妙的事情，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圣经节。上帝他吩咐天使到城里面，耶路撒冷城里面去巡视，去找看看，把属于他的人在他们的额头上做记号，然后呢，为这些为了罪恶而叹息，为了邪恶而痛心的人，在叹息的这些人，上帝说，这些人是属于我的人，我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几个问题：在上帝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到这个记号？这个记号对于活在今天我们现在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好，我们来一起来看 PPT 以西结书第9章第1节到第3节。好，抱歉。以西结书第9章第1节到第3节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这个他是上帝，我是以西结，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忽然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以色列上帝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上帝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我们看到这边，我们先来讨论几个问题。基路伯是什么？对，那个记号是在当时候，我们知道是所罗门王建殿之后，就一直用这个基路伯来代表上帝圣灵，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的记号。可是我们从这边的经文说，以色列上帝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但是现今呢，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这实际上是已经去到外院。原本从至圣所进到外院来，
上帝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我们要从这里知道，基路伯在以西结书第1章第10节里面有讲到，基路伯的4个面向是人、狮、牛跟鹰，而这代表的是上帝同在、上帝荣耀同在的记号。可是，在第3节的时候，他陈述了一个事实，就是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圣殿之圣所。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离开这个地方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罪恶非常沉重、非常大的地方，已经上帝的荣耀不在这里。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今天的关键经文，好，第4节，耶和华上帝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他的额头上。”注意这句话，它的关键在那些因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请问一下，他们这台语，我牧师要讲一下这个台语，你会比较容易懂。记呢，凡是为着城中城内所行一切可恶的代志来吐气分啊，嗨呀啦，嗨呀的人啊，这些人爱给你做记号啊。好，你们有没有发现教会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人，他好像特别敏感。他说教会怎么都没有好好做哪些事情？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哦。他说：“怎么都没有在奉献呢？怎么好像都没有在做什么？”我们有些时候都会看不起这些人，可是往往牧师想到这些时候，我看到圣经节，我会发现说，这些人反而是上帝要点缀记号的感觉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记号是什么？圣经原文希伯来原文这个记号叫 tav， 它的原文呢，这个记号写得很像十字架，很有意思。这个预表最后的拯救的记号，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这个记号是透过十字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记号？是那一群以为蒙福而心里面冷漠的人吗？我才不想要理这些事嘞！你们要去做，那你们就去做吧。这是冷漠的人。许多冷漠的人，他们认为反正这些事情我都早就看得懂了，不用讲了。这些都是属于冷漠的人。上帝看的不是这一群人。上帝要看的是他的标准，并不是因为我们固定参加聚会有没有奉献，外在的行为有多好，不是。上帝要看的是我们的内心，而是那一群因为城中有所行憎恶之事而叹息哀哭的人。圣经里面这个可憎之事希伯来文最常出现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在摩西五经，还有历史书，还有先知书里面，他讲到这个可憎之事是什么事？有3个。第一个，拜偶像。在圣殿里面有没有人会拜偶像？你觉得没有？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教会还是有哦。什么是拜偶像？哇，那间教会的牧师讲道太好了，我比较喜欢去那边。特别现在这个媒体YouTube 那么多，我告诉你，将近一定会有1半以上的基督徒，在还没有 YouTube 这种东西的人，他们原先都会在教会聚会，可是因为有 YouTube 之后，有很多线上的人讲的都比他原先在聚会的牧师还要好，他认为，所以这个就是偶像。因为我们听神的道，不是在看牧师讲得多好，而是神的话。假冒的敬拜，最近牧师一直在思考，当我带领这些年轻人，他们侍奉神的时候，他们是否是真实的认识他们所侍奉的是上帝，是必须要用生命来付上代价的。所以我现在不勉强年轻人侍奉神，我要让他们清楚知道，认识他们侍奉的是上帝，而不是为了表演。这不是假冒的敬拜。当时候在长老群里面，他们敬拜别的神，他们有25个人在圣殿里面背向上帝向着东方的这个拜日头
甚至当时候的罪恶是强暴、欺压孤儿寡妇，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周遭许多的罪恶，看见人对神的悖逆，他们不是看作是什么？他们把它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关系没有关系。可是我要告诉你，有一群人，他们为这些事情来感到悲叹、感到哀哭的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去看到，当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印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对于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有更深的，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为了那些可憎之事而哀叹、哀惜、叹息、哀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种忧伤，我觉得是圣洁的忧伤，是真正爱上帝、为上帝的荣耀感到焦急的表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以西结书在第9章第5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看。如果可以的话，你们注意来听哈。我又听见，这个我是以西结，我又听见上帝向其他的人说：你们要跟在他后面，走遍全城，下手屠杀，不要放过任何人，不要怜悯，无论是老人、少年、少女、母亲或婴儿，都要杀光。但是不可杀那些额头上有记号的人。现在就从这里，从我的圣所下手吧。于是他们下手杀了那一些站在圣殿里的长老。上帝对他们说：把尸体堆满圣殿的院子，弄脏圣殿，现在就开始。于是他们开始在城里杀人。他们在城里进行大屠杀的时候，我是以西结，独自留在圣殿，我俯伏在地上喊叫：至高的上主啊，你真的要向耶路撒冷倒尽烈怒，就上帝的愤怒，把以色列仅存的人都灭尽吗？上帝回答：以色列和犹大人罪恶滔天，全国到处都有凶杀事件，耶路撒冷充满不义的事。他们说：我上主丢弃了他们的国家，不看顾他们了。但我还是不饶恕他们。上帝上说：不连续他们，他们怎样待别人，我也照样待他们。后来那穿麻纱衣裳的带着笔墨回来，向上主报告：我已经遵照你的命令完成任务了。各位弟兄姐妹，画记号的工作第4节结束后，毁灭有没有开始？有。上帝吩咐6个使者，将他圣所里面开始做杀戮的工作，也就是说做剪除的工作。凡额头上没有记号的人，一个都不留。审判是从上帝的家，从教会开始，你相信吗？我相信。那一些本应该是带领百姓敬畏神的长老，最先被审判了。以西结他看到那个最可怕的景象，他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为百姓求情，但是上帝清楚地表明，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的审判是因为那些地上所有的百姓的罪孽，所以上帝离弃他们。可是这个各位弟兄姐妹，那个画记号的人，他们回来是跟主说：我已经照着你所吩咐行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一个重要真理信息：上帝的公义审判当中，他永远为那些真心属于他的人预备一个恩典的记号，就是要救他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记号不是廉价的，你不能把它看作是廉价的，它也不是说我去做了什么服事侍奉就可以得到的。这个记号是上帝主动的怜悯，在他的所看的这个罪恶的世代，而让有心想要归向他的人。牧师2个礼拜前因为我们教会的青年同工离职之后，牧师开始在带领这些年轻人的时候，发现一些状况。我发现他们的心非常的焦躁。
我问他们一句话，我问说：请问一下，你们来教会是为了什么？他们告诉我好玩。我在问说，除了好玩，还有没有什么？我很期待听到他们心中感动的话。可是他们告诉我，以前的某某某这样，为什么现在你要我这样？我心里面开始流眼泪。我心里知道，过去我们做的，并没有把真正的真理带到这些孩子身上。他们看见的是人的好，他们看见的不是上帝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我没有说这位同工不对，是因为人的心中有许多的罪恶，受到世上许多他心里面想要的欲望，而在捆绑他的生命，而让他忘记了他在恩典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上个礼拜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上个礼拜因为发生一个青年，他跟另外一个男孩子，他们原本在一起，在礼拜天分手。礼拜二的时候，我发现这位女孩子她跟另外一位在一起，我觉得这不对。我告诉这位姐妹，我说你们不可以这么做，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他们私底下却都是欺骗我，告诉牧师没有，我们没有在一起。当时候我心中是非常忐忑，也非常害怕。一开始牧师是在想，对，一开始我在想说，我到底该不该讲，会不会伤到他们？但是我后来还是决定我要说。当我讲完的时候，这位姐妹的另外一位朋友，也是过去时常都在我们当中侍奉的，他告诉我说：“牧师，你怎么可以在公开的时候在这边跟大家讲？其实我并不是公开，其实他们早就都知道，而是大家宁可活在一个被欺骗的谎言底下而活着。”当时我讲完，他也讲完，他就离开了现场。我心里面讲说：“主啊，求你怜悯。”当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抱歉，牧师如果讲的话伤到你们的心，求你怜悯我。但是牧师不得不讲。”当时候我的心，我在跟神说：“主啊，怜悯，求你怜悯，不仅怜悯我，也怜悯他们。”讲完以后，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就礼拜二聚会完，几天后，礼拜天，就在礼拜天的时候，上个礼拜天，刚好有原住民朋友来，然后侍奉完结束后，我就问了一件事情，我就说：“Hello， 那一位姐妹为什么她的机车，她机车是新车哦，她的机车怎么了？为什么她现在那台机车是谁的？”那一位姐妹告诉我说：“牧师，那是她的。”我说：“啊，她的机车嘞？”后来她发生一场很严重的车祸，她车子撞烂了，可是她人没事。我心里面想说：感谢主，她人还好没事。可是她发生这件事情，让我警惕到说，神已经在出手。我不能这么说，是因为我害怕。但是我心里面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我知道这整个事件的连贯都是连贯在一块的。各位弟兄姐妹，记号是什么？记号证明了3件事情，我希望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上帝看重我们的内心，胜过我们的外在行为啊。所以让我想起在2年前，我们教会在开始成立青少年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同工，现在是我们的执事，他2年前告诉我，他说：“牧师，请问你们教会青年到底在做些什么？我要了解一下，我再来送来。”那时候我跟他讲完以后，他说：“牧师，如果不是用神的话语，这不是带领。”我心里面很忐忑，我也在想说，是真的吗？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怎么有机会带领他们呢？
其实我相信这2种方式的说法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如何把什么样的事情放作第一首位，而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再来做配合，这样才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神期待我们看重我们的内心，是看重我们如何把神的真理跟话语带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看见这些弟兄这些年轻朋友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应该是神要我说的，也是应该做的事情。当时候有一位姐妹，她是经历过之前有一段时间，她知道牧师在跟这些年轻人在安排聚会当中有一些冲突混乱的时候，这位姐妹她突然间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牧师，我想要跟你说，其实我每一次在另外一位姐妹，她都是在安南区来到教会，其实我每次在她来，她都并没有跟我说声谢谢，也没有譬如说问候一下，礼貌性问候一下，说要不要贴你油钱啊。其实这位姐妹她很在意，她知道说原来牧师是愿意说真话的人，她知道一个幸福的团体是会说真话的人，而不是假象，而不是为了玩乐而我们办了许多的活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看重是我们内心，而不是在教会里面办许多重要的活动而让人家看到哇这个办得多好，并不是。第二个，这个记号显明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审判是真实的，而且是严厉的。所以如果上帝的审判会先从他的家教会开始，那么里面的人，你们有没有把神的话语当作是那么的真实？神的审判，神的话语是要教导我们的生命，是要活出真实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情，我相信你对罪恶你不会抱着太大的警惕你会抱着随便，反正神的恩典够我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他的公义必然显明在他的教会，所以没有记号的，上帝就会怎么样？从审判当中把它剔除掉。各位弟兄姐妹，第三个，神的主权超越一切。我觉得上帝在他所设立拯救的记号的人身上，他会让他有安全感，他也会让他在苦难当中不是靠自己，也不是因为环境，而是让他属于他的人会因为他上帝爱他的这个属灵的记号，会让他走得更加踏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正在面对什么样子的苦难，神都已经拣选了你，在你生命当中会烙印一个属灵的记号，这个记号是要救你的。所以你一定要为了在身边的朋友，甚至为了你所发生的事情，不属神的事情，你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几个重点。在我们生命的启示当中，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我们需要省察我们的心是否会为了罪而叹息哀哭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好，我再讲一次，我们要时常省察自己。我们灵修祷告是要时常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有没有时常为那一些人所犯的事情，我在那边很苦痛，我在那边很懊恼，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为这些事情说：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帮助他。所以牧师刚刚讲的这些年轻朋友，牧师并不是要告诉各位，我们现在活动，我们现在事工就是要把它抛弃放弃，不是。我们更需要更多的人来为他们祷告。我需要更多的人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为牧者祷告。因为教会就是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大家互相用祷告，就像这个摩西，当这个约书亚出去征战的时候，他旁边有谁帮他做祷告的手？对，我们知道有人在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在祷告当中，当他的手举起来，战争就胜利。如果祷告手降下来，随便找位置坐，好，欢迎这个梦玲，好，
所以呢，神看重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会省察，知道自己错误在哪里，你要为你的错误，为你做不好的事情，你要反省，你要懂得内化，知道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对人说道歉的话。有些时候是对我的父母亲，我的父亲他以前很凶，他对我很不好。我小时候都觉得我的爸爸对我很凶很不好，所以呢，我其实从小应该到大学，我都一直想要离开我的家庭。可是呢，每次只要一想到说我的很多的生活救济的办法都是从家庭而来，我就会说啊，上帝啊，怎么办？我真的很讨厌我这个爸爸。他每次我回去，他就会叫我做很多工作，然后就会好像很唠叨。我都会时常在上帝面前说：神啊，我到底该怎么做？可是我现在完全都不会。我现在只要想到我的爸爸、父亲，我就觉得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因为若不是他我在我年轻的时候他这样教导我没有办法像现在那么的刚强有能力。所以在当时候我跟神求说：神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懂得反省我自己。我知道我的父亲他也不是完全人，我知道他有他的不足跟软弱，但求你给我智慧，再怎么样他都是我的父亲。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跟我的爸爸说我内心的话的时候，我的父亲他似乎他的眼睛好像有眼角余光的泪水。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感谢主，原来我的爸爸他只不过他心里面放不下他的面子问题。所以从那之后，每一次我的父亲他就更加的温柔，与我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印记，这个印记是要救你的，你就会开始会去改变，懂得你的生命是需要改变。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生命可以改变，可以改变。当你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记号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靠你啦，也不是靠牧师啦，也不是靠你来教会，靠谁呀？不是啦，是靠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为了爱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他让他来到这世上，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的属灵的印记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PPT 没有牧师直接来念。以弗所书第1章13节说：你们既然已经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那个让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要领受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看以西结书，看起来好像这个印记主权在哪里？在上帝，他会去看，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都没有这样呢？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印记了？是不是？可是新约里面就不一样咯。我刚讲的以弗所书第1章13节，你们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让你们的得救的福音，而信了基督，而既然信了，你们就会得着那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新约所带给我们是一个新的福音，也就是让我们知道，即便我们没有办法像以西结书里面，当上帝差派那6个使者要去抓去烙印记，去注记，我们可能不属于那些人，为了叹息，为了那些做坏事的人来哀叹，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怎么办？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最后我们要活出有记号的人的生命的样式。所以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既然我们愿意来认识这份信仰，我要告诉你，上帝会带给你力量，上帝会帮助你，让你成为真正有强壮能力的人。所以来教会的人都是在寻求智慧能力的人，在座的你们都是。所以今天我也非常高兴，牧师也非常高兴，非常欢迎
好，我们今天梦莲来到我们当中，好，他今天真的提早来哦，牧师是非常高兴，我相信上帝也非常喜悦，因为他是从完全 no 我不愿意去的，但是他愿意。当人有愿意的心，神就要改变他，他会带给他更大的力量跟祝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思考几个重要的问题。牧师要邀请大家回去的时候，我们试着安静自己的心。你在安静当中，你用一个便条这个灵修本子，你在灵修的本子前，你就画一个十字架，然后在神的面前，你为一件事情来祷告，为那一件你觉得已经麻木的事情来祷告，为你感觉麻木的事情来祷告。因为当你的心认为那件事情已经麻木了，可能你就是对那件不好的事情，你连理都不想理。有没有？我要问各位有没有？有哦。你关心政治吗？你关心国家吗？我告诉各位，国家这个就绝对会是蛮多人都不关心的。为什么？特别现在很乱的时候，越乱的时候，越是我们基督徒要站出来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为你感到麻木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向主认罪，求神赐给我们一颗为了罪而忧伤的心啊。我再讲一次哦，为你自己的罪，为人的罪感到忧伤的心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如果你像牧师一样，过去有因为爸爸对你不好而让你感到伤心，你要为了这件你爸爸的罪来祷告。过去我花很长的时间在为我的父亲祷告，我说主啊，我真的很不想回家，但我求你来改变我的爸爸，求你帮助我的爸爸。我现在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在这边牧会，我的父亲他都会一起来服侍神，而且他也参加小组。他过去在以前的教会，他不参加小组的，他有他非常主观意识。可是我发现，现在我真的感受到，真的，我们为罪恶的人感到忧伤的心来祷告的时候，上帝会听我们祷告。所以为你现在正在面对的人，可能他是一个犯罪，他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帮助他。第二件事情，写下一个你所关心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为他来祷告。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其实我们教会之前有一个叫教会大桥社青群组啦。那最近牧师也有看到我们的姐妹，她跟她的互动很好哦。牧师非常希望我们在互动有好关系的时候，要把握住好的关系，为她祷告。不要认为你不会祷告，你可以祝福她。很多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是透过关系的时候，神在验证我们有没有办法成为上帝要帮你记下烙印的记号的人。我们要为那个人来祷告，求主来怜悯帮助我们。是啊，不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啊？不知道教会青少年，待会会后牧师有机会会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这边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常常是刚硬的，是如同石头一般的刚硬。我们对环境的罪恶，对自己的软弱不足，我们常常感觉没关系，视而不见。我们失去了那份为了罪而叹息哀哭的心。求你赦免我们，用你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主啊，谢谢你赏赐十字架救赎的恩典，谢谢你赐下圣灵作为我们生命的印记，让我们确信我们是属于神的。恳求你重新挑望我们爱你和爱圣灵灵魂的心，让我们能够在神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勇气里面，
来为主传递美好的福音。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没有胆怯的心，我们不再沉默，而是勇敢地活出有记号的生命，去分享这份生命唯一的出路的救恩。主啊，愿我们抓住这个生命蒙恩的受祝福生命的记号，能够一生跟随主，来为主所用。感谢主，今天也带领我们的姐妹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一起聆听神你的话语。求主你也赐福他，帮助他，赐给他智慧，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在预备工作、预备寻找生命的道路、前面道路的时候，求主你作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有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角度，能够看见神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日的早上11点到12点是我们华语礼拜聚会的时间。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周，我们会暂停一周，与台语合并礼拜，在早上9点。愿主赐福大家，愿你平安。